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看超级月亮。今年头100个超级月亮早暗出现，也毋过天顶的云较高，毋是想要看就看有。早暗超级月亮比普通时啊是搁较大粒，搁较光。若是无看到嘛无要紧，伫5月26搁有，而且嘛会使看到天狗食月同齐出现。 伫德国首都柏林国会大楼头前抬头一看，会当看到一粒大国圆的超级月亮。2021年第一遍超级月亮27暗出现，台湾也看会到，也毋过因为云层较高，要看到才靠运气。伫花莲有民众伫透早1点外看到超级月亮出现。满月呢是发生在近地点附近的天象，然后所以是比平常的距离比较近的，所以 今天晚上的月亮就会看起来比较大、比较亮。夜空当中用肉眼直接看就可以了。因为月球是地球的轨道是规两圆形，所以每一边的满月甲地球的距离拢无同款。平均一年超级月亮会出现2遍到4遍。以这边27个超级月亮来看，比一般的满月大要加7%，光度也增加要加15%。 这边若无看到，后个月26个满月也是超级月亮，而且会当看到月全食。比今天的超级满月的距离还要再近。除了超级满月之外，它还是今年呢那个台湾可见的月全食。上海时候你看到的月亮已经有月食的现象发生了。 希腊海边啊，超级月亮出现了，画面真水。耶路撒冷也有民众甲超级月亮翕趣味的相片。受疫情影响的印度，落的拢无半人，也毋过月亮照常出现。世界各地拢会人看到这正罕见的天文景观。天文馆讲，后一边5月26个月全食，规个过程3点钟。而顶一边超级满月又搁发生月全食，已经是3年前。后回搁出现就要搁等2年。 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华航机师感染事件。昨昏又搁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这是印尼机师的太太伫咱国内确诊。另外，疫情指挥中心针对华航1200外的机师做采检，查出6个人抗体是阳性的，有3个是进前就感染过的，也毋过有3个是进前拢毋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要翻头去调查。国内新冠肺炎搁增加一个本土病例。 暗号1111是印尼籍40外岁女性，最近无出国。伊是顶一日伫澳洲确诊华航印尼籍技术因牵手，4月2日去互科里做居家隔离，毋过2届采检拢是阴性。26出现牙后焦焦、酸痛，还佫有头壳戆戆等等的症状。卫生单位安排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这个技术因规家伙啊4个人，已经有3个人确诊，是一个家庭群组感染的事件。 20号他才飞长程的哦，所以看起来应该是18号到20号这之间。那到底是这个先生传给他的，还是小孩传给他？这当然就不清楚。为着因应华航机师伫澳洲检出新冠肺炎确诊，指挥中心启动飞航机师采检的专案，针对1279个机师做采检。目前血清抗体已经采检的有934个人，其中925个人是阴性，6个阳性，3个还佫伫检验当中。 也若这6个血清抗体是阳性的技师内底，有3个是眼过目确诊的个案，另外3个核酸检测是阴性，毋是确诊的个案。这3位应该都是过去几个月前都已经感染了哦，所以我们会针对他就是过去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执行的飞航记录，还有这个同行的这个机组员进行疫调。 也若新冠疫苗，目前累计有45387个人已经注啊，其中自费疫苗是已经注7165人，头一批1万人自费的疫苗就要注文了啊。但是中地记者会讲，会阁增加1万人自费的疫苗。我这边可以讲说，我们自救拨1万剂的这样的一个疫打，好让大家工作自费的施打。 另外，经过基因定序了后，发现暗号1092的华航技师，嘛是为着英国变种病毒株。也就是讲，目前华航确诊的9个技师，已经有4个人去为着英国的变种病毒，而且因是属于2个无同的机队。也若这敢是同一个事件，还阁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台科大有65个老师甲学生要去甲华航的印尼技师同齐去过台北清净寺参加同一场活动。
大科大伫昨昏是宣布讲，4月27到5月初3，全学校改伫线顶上课。另外，台大、台师大嘛有学生去过清真寺参加同一场活动的学生，即嘛改用线顶上课，袂使去学校。拜日下晡下课了后，大科大学校煞冷冷清清，还佫有学生拖行李要行出去，因为学校早起10点外紧急宣布，4月27到5月初3，全学校改用线顶上课。那学校今天才宣布，会觉得有点慢吗？不会啊。很多事情都有可能会遇到了，对啊，就只是有没有预防好这样。雄雄宣布全学校到后礼拜一改用线顶上课。学校解说讲，主要是因为拜六礼拜四期二转的统测，大科大是考场，趁这段时间佫做消毒，互考生甲家长会当放心。也若甲较近的技师，共款有去清真寺活动的65个老师甲学生，其中住伫学校宿舍的45个人，有安排伫共站楼。也若另外20个伫外口睡厝的，嘛有请因5月初2进前唔通出门。自发性的要求，学生们呢在这边自我管理上面的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并没有说特别由 CDC 来决定，来让这些学生可以自由的离开。除了大科大、台大甲台师大嘛有做清查，台大有12个人，甲师大有3个人。4月16中昼12点到1点去卡刀，有去台北清真寺参加同一场的活动，已经要求因自主健康管理到4月30，嘛改用线顶上课。不要到校内的办公场所，也不要进入教室或者校内的学生活动的地方，这是为了避免可能性导致疫情的扩散。因为这3间学校是台湾大学的系统，会当下学校来选修课程，其中大科大去台大上课的有441个人次，这其中敢有包括去过清真寺的学生。台大讲抑阁爱清查，若确认是有，会针对这个教室来加强消毒。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疫情有转好的趋势。美国即马是宣布讲，有完整做过2档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的人，即马出门去户外、去运动、去食饭，会使唔免挂喙罨。这项消息是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对外宣布的，美国总统拜登嘛支持。听到美国疾管中心 CDC 上新的消息，完成新冠预防针注射的人，伫咧户外运动、食物件的时阵，会使免挂喙罨，民众真欢喜。I am very excited that the mask guidelines for being outdoors are being loosened a little bit. Thank God.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to wear masks when we're outside. CDC 27更新喙罨上新的指南，是因为目前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半的成年人至少做过一档预防针，超过1/3规个拢做好。这个消息可能互民众更加愿意去做。If you are fully vaccinated and want to attend a small outdoor gathering with people who are vaccinated and unvaccinated, or dine at an outdoor restaurant with friends from multiple households, the science shows if you are vaccinated, you can do so safely, unmasked. 规个拢做好是指做过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第2档2礼拜了，或者是做过招生一剂预防针2礼拜了。专家认为挂喙罨是控制病毒传播上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病毒大部分拢伫咧室内传播。美国即马大家伫咧查讲，厝外是毋是要继续挂喙罨？ However, we continue to recommend masking in crowded outdoor settings and venues, such as packed stadiums and concerts. 全美国即马做过辉瑞 BNT、莫德纳至少1档，也有做过招生1档预防针的人已经超过1亿4千万。美国顶礼拜确诊数降16%，是2月以来上大的半百。这项新的指南也得到总统拜登的支持。伊讲，做过预防针了，代表会让安心伫咧室内或者是厝外做更加侪代志。对还未做的人来讲，新的指南也是鼓励大家去做的上好的理由。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地震。今仔日台东的海端乡，地无到2点钟发生4阶地震，伫4点27分规模4。5点48分，规模4.1； 5点56分的是规模3.7；啊，伫6点10分的是规模是4.6。高雄的桃园乡上界海震度有4级，地震的深度拢无界深，是5公里深的浅层地震，目前无传出灾情。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年春天上尾一逝的方面，今仔日挖进咱台湾水气会变高，咱来看云图。
今日伫中部以北、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拢会落雨。过到了后，伫南部的山区嘛落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2度，北部高温是降到25度，其他所在是维持伫26度至30度。要提醒乡亲，今日暗时到明仔载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温度会搁下降，落雨机会会愈来愈大，各地头拢有机会会落雨。北部雨会较粗。这2天出门一定爱会记早雨码雨伞。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锋面带来雨水，洗甲清气，所以这2天各地空气品质拢袂歹。希望这2天落雨机会有变大，也毋过正经要解除考换，嘛是爱等到黄霜雨才有路用。时间是爱搁等1月日。气象专家是表示讲，在等西南季风进入南海，才会开始有黄霜雨季。目前看起来是爱等到5月至1月到6月初，才有落黄霜雨的条件。全台水库水情无好，蓄水率比20%较低，全台超过12个，尤其中南部上严重。26日下晡，水利署探山区中昼过后对流形成，伫十文水库附近做人工净化作业，希望水库集水区沿有水会当入来。旱象难解，全台水情无乐观。气象专家分析，水库解水大，还是要靠梅雨季。分析梅雨季主要3大环境特点，首先是太平洋高压势力退出南海。第二是缅甸雨季开始驱动西南季风，上重要是西南季风进入南海，3项指标拢爱有。这样的环境的建立可能会落在5月21号前后左右，一直到整个6月1号。根据气象专家表示，最近28、19会有一波移动性锋面路南，中部以北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梅雨季恐计还阁等一个，强调5月初4到初5，伫福建北部有锋面，有机会正做第一波黄霜雨的锋面。不过初步看起来，受变强太平洋高压影响，结果不理想。恐计真正的黄霜雨锋面形成，上紧爱到5月1到6月初1之间，才会出现连续性较明显的落雨。5月初以后，在华南地区，像3号、4号、5号、6号，事实上都有一波波的锋面在形成。随着太平洋高压到时候未来的强度，会不会让锋面真的有机会影响到我们的陆地？气象局都要持续的观察。气象专家也烦恼，今年梅雨季可能阁是一波的落雨。目前有个少雨的几率较大，确实黄霜雨落雨不够，就可能往望风台入境，而且还是要炸入西南气流的风台，这样解决台湾的欠水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要望黄霜雨来解决考旱，可能咱阁爱稍等一下。若即阵考旱落水溪无水，溪埔是大窟窟，鱼仔、虾仔死规片。为空中看西丽大桥4公位的落水溪，河道已经变成一刷水，河床因为无共程度的枯壳，呈现无共层次的蓄水。虽然画面水，也毋过却是考旱带来影响。水尾的自强大桥经常惊甲惊人，原本的沙洲已经变成大草皮，河道也规个打起，更加出现罕见的断流景象。今年哦，几十年来头一摆真正吼，大到无半滴水啊！哦。当这做事人足艰苦啊，完全无水的话就吼，会害死在做事人。这拢无鱼啊，纯粹以前佫有鳖的啦，佫有虾啊、溪的啦。即摆无水，即摆无啊，拢无。台湾第一东河落水溪出现断流，当地农民50年来从来毋捌看过。落水溪内的鱼虾，即马也因为欠水关系，全拢冰岛靠搭伫枯壳的溪床顶，风拍成鱼干。有农民集齐，是水头的集集暖河沿，将原本应该属于落水溪的水拢扎起来，才会互落水溪出现毋捌出现的断流。也毋过水利署解释，落水溪的生态期流量并无减少，并没有说完全把水拦住。那至于说，因为下游地方因为久旱不雨，那导致这些放下去的生态溪流量在部分的地区发生一些没有水的现象。那这个部分。水利署的中区水资源局会特别来注意。水利署表示，集集暖河沿洪水期，逐工会当提供水尾1100万吨水，也毋过水情食力，即马逐工只会当提供199万吨水，26万吨的生态期流量是维持不变。最近水头山区拢有咧落雨，希望会当渐渐改善考旱。另外，台湾珍贵保育类野生动物台湾白鱼，位伫埔里的重要栖地野溪也因为严重考旱，面临生存危机。
有当地农民赶紧接管，将地下水注入溪流，希望会当帮助台湾白鱼度过这摆的寒寒。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最近发生真侪件中国挑工来咱台湾污人才案件，立法院的经审委员会伫今仔日拍算要修订营业秘密法，避免这款代志搁再发生。经济部目前有看出中国的资金来污咱台湾的人才形式有5种，会带先对人力银行、中人、找人才的广告全面做调查。来看联合报，台北市办的准公共幼儿园2点0开始实施。对于今年5月份开始，台北市私立的幼儿园，若是签约要加入准公共幼儿园，中央上济会当补助40万，台北市会补助上悬100万，按算会吸引15间私立要来加入，加1500个名额。来看《苹果日报》，立法院昨昏3读通过《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把放杀看作是虐待的一种。未来放杀动物上当会判2档的有期徒刑。另外，修法通过全面禁止使用剪仔、剃虎这款陷阱，违法将罚7万5。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卖还搁咧传。即卖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48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1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是1110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5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200万例，印度超过1700万例，伫巴西超过14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4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59万例。印度疫情还搁咧烧，逐天确定病例拢超过30万例。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实际上的感染人数应该平质的数字也搁较严重。医疗资源真欠缺，各地头即马印度的火葬场嘛甜一甜。印度的卫生官员甚至呼吁民众伫厝内嘛爱挂喙罨。印度第2波疫情来得真凶，医疗院所床位拢占满，散数通加起站外排满人，一寡患者家属都爱家己开车，伫各病院中间四界走踪找病床。当地里即位时刻教寺庙，为这无法度入去病院的患者提供救命散数。I don't know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but then we can do it. Why can't government not doing? 强尾无区的少年患者阿布萨达特总算等到散数，毋过拖8天的身体已经救袂转来，爸母真伤心心碎。现场也有一寡人也是在冰冷的遗体离开，过身的占较侪。首都新德里甲其他城市拢举办集体火化，现场为早烧到暗。官方统计，26新增加确诊32万外人，连续第6天超过30万。过身死亡的人数是2771人，不过因为体检量无够，世卫组织的专家认为讲，实际染疫甲死亡的病例数字应该悬出真侪。印度当局已经下令停止工业使用散数，全部用伫医疗领域。也佮表示国产的疫苗安全有效，呼吁民众免紧张，确实配合防疫。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镜头来美国又搁发生警方执法上超过证据，这是伫北卡罗来纳州，警方甲一个非裔查甫人开枪弹死。即马家属要求警方爱对外公布所有影片，以要替死者讨回公道。就伫弗洛伊德案件无杀罪判决出来了第2天，北卡罗来纳州东部伊丽莎白城又搁发生非洲的男子小布朗和警方开枪拍死的代志。警方一直拢无公布案发迄当阵警察身躯顶的摄影机的画面。伫案发了第5天，家属甲律师才看到20秒钟的影片。律师讲，警方伫对小布朗执行毒品所查甲逮捕令时阵，无受到威胁，根本就无需要开枪。Andrew Brown was in his driveway. The sheriff truck blocked him in his driveway, so he could not exit his driveway. Andrew had his hands on his steering wheel. He was not reaching for anything. 律师讲，小布朗是予警方自标向头开枪，就敢若是处决，要求警方公布所有随身摄影机的影像，调查真相。不过警方讲，照当地法律，就系法官同意才当公布。Today, our county attorney has filed a motion with the court to release the body camera video. We will comply with the judge's order.
这件代志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怒。案发期间，随着民众上街头抗议，有关当局已经开始检讨警方执法过当的问题。司法部8月宣布，会对去年3月发生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警方半暝昨日起一位26岁非洲的女性医护人员泰勒的厝内，无顺利开展该拍摄案件做民事调查。Toda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opening a civi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ouisville Jefferson County Metro Government and the Louisville Metro Police Depart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LMPD engages in a pattern or practice of viol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or federal law. 在此之前，司法部已经针对弗洛伊德案件的明尼阿波利斯警局展开律师调查。拜登政府希望借此改革警政体系，以免搁发生种族纷争的悲剧。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美国路透社民调，美国总统拜登就职满100天，有超过51%以上的美国人肯定伊的表现，而且这个支持度是前总统川普拢唔捌提过数字。来关心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甲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甲孟加拉这国家的外交部长做伙开疫情的视讯会议，讲中国拍算甲这个国家做伙建立紧急物资仓库，要做伙对抗疫情。来关心由欧美国家组成的对华政策下国议会联盟 IPAC， 昨暗有发表影片，讲支持咱台湾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嘛学到咱台湾的防疫表现，而且批评中国袂使一直把世界卫生健康政治化。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的中仑派出所，进前有一群人走入去内底唱声匹配叫。派出所是竟然讲，当时停电，所以监视器无录到画面。想袂到是警察讲白贼，监视器的画面是去互派出所的顶司抬掉的。正副所长即马相关的人员拢互移送法办。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定义互真侪名乌衫人，拢伫中仑派出所用歹电脑。第一时间，警方意图讲停电，无录到监视器影像。即马案情却大转变。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到议会工作汇报证实，是前中仑派出所长无细致消掉画面。所长、副所长，我们把他移送法办。另外，原来讲说有7名闹事者，也增加3名，变成10名。是他操作不当，把这个格式 USB 变成格式到这个电脑记录里面。所长跟副所长也有湮灭证据跟疏动人犯的相关的涉嫌。针对关键的监视器影像，警方的讲法一直变。事发当时明明有无断电系统，却讲迄天停电，才无录到影像，一直到北市刑警大队恢复监视器画面，这才讲是前所长个人的认为说是无细致将档案消掉。市警局认定当时松山分局长只听信前所长报告，无去了解实情，地书资讯无正确，所以转调来勤职务。督导不周的责任我在这边对社会大众还有所有的媒体关心这个案子的朋友说道歉。这个我们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什么好辩解。回顾几个事件，乌衫人冲击中仑派出所破坏电脑，这群警员为了要阻挡人刷受伤，第一时间派出所无通报上级，也无将乌衫人上班事后颠倒，甲对方握手，互相道歉和解。就连乌衫人的人数也为原本的7人增加到10人。到底是前所长无细致消掉，也是有其他考量？敢有人受益，拢变成疑点。台北市长郭文泰表示，一开始就对市警局的讲法有质疑。一开始我就说哪有可能？什么断电，然后重开电，然后影像不见。我说这个，所以他们是表示说，还是一样的，正直诚信是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没有被骗，一开始就知道那不是真的。郭文泰表示，警方大概是想要大肆化细化无，才会掩蔽证据。只是今麦风波继续摊烧，虽然警方大动作用处罚甲救济，也毋过讲法前后无同，然后更加在疑问，恐惊搁伤害警察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当地企业桃园捷运绿线，25个时发生公安意外，2个工人，一个死亡，一个重伤。承包商即马答应讲会协助家属提出赔偿。被地着伤死种的工人送病时阵，人抑阁正清楚，送拿到长庚病急救。验过尾仔伤势恶化，抢救2天了，依然救袂大。这件公安意外发生伫咧桃园路桥。
即份着线高架桥墩边啊，25个工人要甲钢棒载到其他的工地，钢棒自吊车顶落来，得到其中一个工人。进行搬运的时候，因为那吊挂作业的时候，防火蛇片不幸的脱落，压到中信的工人，造成中信工人的受伤。通知职员局讲，代志发生期间，这份的主体工程无施工，职员署针对钢棒吊挂作业做停工处分，其他工程是照常作业。目前是工地不会有延宕，目前治安署只针对那个钢板的吊挂作业做停工，其他的作业我们可以继续进行，所以不影响我们工地的施工的部分。所来，职员局会向包商追究责任，调查代志发生的经过，全面检视工地安全措施，也搁加强职员训练，以免搁发生同款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有规划要做铁基路边坡的山架工程，因为最近才发生意外，所以目前是全部停工。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对北部较危险的山架开始先做。台铁工务处表示，伫半暝啊时间有限，所以目前交通啊甲随风这一段有到监视器咧监控。台铁交通到随风这个山坪，去年12月因为落大雨发生严重走山崩塌，经过抢修了后，即马双线而且会当正常通过。规大片黄土现伫山坪，用冻土墙工程补强。台铁去年底公布全台湾24位无稳定的山坪，差不多拢伫随风甲双溪一块里，尤其是崩塌了后，升级为 A 级无稳定的山坪，也引起新北市政府重视。希望台铁会当加紧脚步，优先建设新北山坪监测系统。有4个地方是属于需要进行边坡侦测，那但是它施工是由南回线先开始做，一路向北做。那市长认为这个应该是如果有危险的，应该要先做，而不是施工方便这样做。新北市有4位因为地质无稳定，规划建设山坪检测预警系统，伫高东啊到三条岭路段，也有三条岭到大华，大华到10分寮。也甲岭卡到平溪，一定每年完工。也毋过因为4月连续发生太多过户2件台铁工程事故，高雄部宣布挖进铁路工程全面停工。经过台铁的规划，山坪监测系统为南回铁路危险的路段优先施作。南回我们是从最危险，就是土石流边坡最危险的路段开始，它很多仪器设施都必须要架设在轨道旁边，所以它只能利用夜间来施工。那晚上大概都不到5个小时的一个施工时间。面对施工进度，互人质疑，工务处也解说，施工有伊的重要顺序。夜间时间较短，目前北部无稳定的山坪以工程手法改善，像高东啊随风已经做了冻土墙的工程，暂时以监视器做山坪的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新竹，新竹市的中和宫是一间有280年历史的妈祖庙。传说讲内底镇殿的妈祖头壳顶有一撮妈祖真身林木娘本身的头毛，伊本人的头毛，而且呢妈祖嘛真爱水，头毛若无洗就无要出巡。轻脚洗手，将妈祖的帽仔摕落来，会使看到真济头章。根据史料记载，有280档历史的新竹中和宫，内底这身妈祖身上的头章来自妈祖真身，全世界独一无二。较早就是大陆伊这个论文报道加来，就是研究报告起来，就讲咱目前有3尊大马、二马、三马，为即摆仅存的就是咱这尊三马、正三马，有头毛就是咱中和宫安尼。8来2楼，庙方阁保存真济文物，包括妈祖当年来台湾的时阵所在len桥啊、甲香条，每一件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乾隆年代的时阵乾隆7年前坐庞船妈祖坐这种桥用庞船来甲咱台湾德传无新建，这中和宫去。因为自从时咱这北门街这德传无这是非常繁华的所在，所以真侪高商拢。行船的这个安全所以为大陆专程请这船米酒祖庙这3马来甲咱新竹。中和宫起在古早新竹北门城楼外口，所以外界拢甲这号做外妈祖庙。民国74年，经过内政部指定，国家3级古迹，透过文物，民众嘛通更加了解过去的历史。
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推广黄金米，最近这几档婚林西地有推出黄金粽，是卖甲下叫。不过去年黄金米欠收，有钱嘛无地买。今年农会甲农民合作，加种5公顷，增加产量，通付5日节。西梨黄金米甲糯米以6比4比例，佮搭配阿包粽所做出来黄金米粽，食了袂胀气，互袂少消费者喜喜。也毋过去年受到气候影响，黄金米产量减2成，去年黄金米暂停卖。今年农会甲农民增加客作，希望替农民增加收益。黄金米是我白粽在即个咯，食落真好啦。因为即个米有较特色啦，我已经有种差不多4期5期做啦。即个米质袂歹啦，好食。西梨农会表示，黄金米的产量比一般米生产量少，会当家己一般米做来食。因过去年产量少，无全量用来包装，今年增加客座面积到5公顷，有价2到开放黄金粽限量先注文。这个台农76号黄金米最主要伊是咧食健康的，不是咧食饱的。它有胡萝卜素很高的一个单位，所以讲咱的米咱的肉粽内底加掺那个黄金米类用减少它的胀气的发生。西梨农会表示，今年各地欠水，也毋过云林地区农业用水供应也算正常。后续敢是会因为欠水影响稻米产量，也需要观察。黄金米的客座面积会以当年需求量来算，以达到供销平衡，让农民有稳定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停办的屏东永达科技学院，甲单还有欠老师薪水，学生嘛无安排好势。国教工会昨开记者会，批评教育部点点拢无处理。屏东县永达技术学院因为少子化加经营问题等等原因，伫2014年停办。到今已经7档啊！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甲学校的老师27伫教育部头前开记者会，批评当初的董事会非法使用6000万学校财产，唔只会欠教职员遮济费用，但是教育部是拢无处理。从2014年停办前，我们就已经不断的跟教育部检举说他们违法重重。这几年来，教育部毫无作为，就在教育部的监管底下，眼睁睁看着前董事会把永达的现金花到1毛不剩。针对永达的所有资产，我们在进行委托会计师做一个确认当中了啊。已经挪走多久了？2016年就挪走了，教育部确认5年。工会讲，当初停办的时阵有625个学生需要安置，不过3档过去，只有54%的学生顺利毕业，而且针对现场教育部的讲法，工会感觉真不满。其实部里头也都有持续去追踪啦，只是想要说明一下说，因为在498位同学里头，其实最后追踪到今年啦，大概有390位同学已经毕业了，那休退学的同学大概是130位。不是嘛？我们不用490嘛，他们625个。那我们现在惨，对不对？学生等于是没有被接受安置。对啊。工会讲，教育部用498个学生当作学生总数，是敢若算有接受教育部安置的学生尔。其他无接受安置的学生，有部分是因为教育部无法度将因转去适合的学系，也是讲转去伤过远的学校，所以放弃。工会批评教育部的讲法是自欺欺人。针对工会甲老师的诉求，教育部表示，永达的问题，即马就看停办以后成立的公益董事会要安怎决定。教育部过去有协助公益董事会甲老师沟通，未来嘛继续提供需要的资料，予董事会协助解决问题。记者郭碧君、林玉凯台北报道。咱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12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得到失智症。失智症的人口哪来哪济？即马伫屏东有一个特殊失智症生活体验空间，要互民众体验患者的感受。就请为阿公开始进入你们的一天生活。参加体验的民众行入门，即马每一个人拢是5岁木阿公。乌鸭暗的路，4颗位仔的玻璃拢是阿公的心内话。我是啥人？这个人为什么对我这好？刷落来是阿公的日常生活。尝试进入失智症者，他可能生活当中他的一些他的困扰、他的认知障碍带来他的不便，以及他心理上面的感受。阿公的房间你熟悉无？每一个边角会当听到伊细细念的声。明明查某囝交代莫黑白走，
阿公要是出门想要买物件，这时阵爱挂这种特殊的目镜甲手镯啊，双手的三个指头啊拢有塑胶片，体验失智老人因的手会较无感觉，目睭嘛看袂清楚。完全看不到。我目睭灰灰灰，遐篮啊内底字，我一字都看无。我足认真看，啊，搁插个电火下骹去看，搁看无。挂目镜手镯啊，是超市伫限定时间内买好所有的物件，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大家前往柜台结账。徛伫柜台前，有人连皮包仔的钱拢摕袂出来，规气用倒的。阿公的生活，体验的民众拢感觉紧张、烦恼，阁有无奈。我们对失智症的宣导上面很多都是从知识跟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失智症的这个症状也好啦，他们的行为也好，照顾的困难，但是我们比较少有机会能够就是换上他的鞋，成为他生活的经历他生活一部分。会当用上简单的方式，先去甲同理。先去甲了解讲，其实阮是大人伫厝的时阵，还是讲伊真正有失智症的时阵，伊的感受是啥物？体验好的感觉，伫这个社会，就需要咱来甲斗相共，特别是迄个已经较长者的人。屏东基督教病院打造这个空间，民众毋但体验，嘛透过分享甲讨论，甲情绪转换做正面改变的力量。不管是民众，也是照顾失智患者的人。加一寡同理心，就会当互失大人更较好的照顾甲陪伴。记者陈亚文为做屏东报道。这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移工二级的台湾嘛出现抢工人抢工的现象，甚至讲有看护工想要去工厂做事，因为工厂的薪水较悬，这对长照人力产生正大的冲击，这嘛互咱台湾长照人力更较欠工。这种经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是想要来工厂的比较多嘛。对，工厂比较多。阿林伫新北市中和这间印刷厂已经做7档啊，运气算袂歹，因为工厂内面的薪水拢有按照劳基法伫咧行。这阵啊，厂内正欠人，所以真侪外籍的看护工也想要转去工厂做。从去年统计下来，增加了3倍以上。比如说续聘，或者是甚至连续聘期都还没到的时候，他可能主动会跟雇主要求加薪。我们非常可以理解，其实雇主现在的状况是需求有看护工的，然后我们也同时应该理解，这些看护工他不过就是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外籍看护钱少、时间长、无自由，本来就无啥请有人，这么产业一咧欠工，国家无法度甲人留来。另外，这也反映出台湾长照人才培育的问题。又乱掉了啦！这个。康宁大学长照系2年级的学生就去社区甲士大人活动。除了大专以后，这么伫台北的私立高中职也开始办长照系。不过招生的情形无啥理想，就像107年开始招生的开南高中、就地工商、甲文德女中，前2间学校学生的人数加起来到今年才53个人。文德女中这么是停招。长期伫咧推广长照教育的康宁大学长照系主任陈秀珍讲，常常受伤，阁无申请的机会，是这么学校收无人的主要原因。国家的政策一定要慢慢去做改变，就是修改，然后也希望有这个长照，不管是管理师或长照的照顾服务室的一个国家考试，让年轻人有那个愿景。陈秀珍讲，像伫日本，因的介护职员一开始就敢若是咱社区长照的照顾服务员，不过若经过培训或者是职场的经验了，通过国家的资格，就变做介护福祉师。薪水若换算代票，会自1年75万变到120万。所以讲，有国家考试提升这个行业的尊严机能，人才才会来。有学者建议政府
会当考虑甲外籍移工纳入长照体系补充人力。那因为他们的进来，把职业服务工作给他们做以后，我们相关科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上位的工作，比如管理阶层啊，或者是比如专业职的工作、督导的工作等等。或者讲，虽然咱家己培养人才是上理想的情形，不过这阵啊台湾的人力敢赶会到高龄社会脚步，这是政府伫咧制定相关政策时阵爱考虑到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买衫敢一定就爱买新衫？即马衫裤的成本真低，要爱少花，无介意就买新的。但过无形中嘛制作真侪本数。伫台中后里有洗衫店，即马甲台北大学的团队伫提倡讲，后一领新衫，后一领衫无一定是爱新衫，循环再利用，嘛会使穿甲水当当，穿甲真时行。以下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节目来看一群少年人伫创啥梦。你看阿公啦，小姐。伫孙的指导之下，阿公阿嬷伫镜头前徛姿势。即届换配衫戴帽仔，画面中的主角都是台湾年纪上大的网青、网吉和秀娥。因所穿的复古衫裤是经营洗衫店70年来人客数无早走的衫裤。伫台中后里的洗衫店，去年6月才成立社群口座。到今已经吸引65万买众追踪，帮衬庆红的主要人物都是2个人的孙张瑞虎。阮是为这个洗衫店无人摕的衫开始做起的，但是阮发现到这个问题，其实不止干那阮兜，甚至讲全世界，像日本、香港、美国、意大利，拢有这个问题。洗衫店第3代张瑞虎发觉，全世界的洗衫店拢有旧衫伤济塌伫遐的问题，所以伊展开重新定义无主计划。3月初网站正式开始。地配活动甲台北时装周合作，几60个有名人穿家己的旧衫义卖。未来张水虎计划要将洗衫店的旧衫上架，和有需要的人买回去。阿姨你好，我是来收衣服的。好喽，那就交给你了。同款提倡循环市场的，还有这阵台北大学生团队23，因发起衫图啊革命，提供到厝收寄出来的衫，经过消毒重新上架，互民众买种寄出来的衫，唔是全新的商品。我很高兴，现在有一个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理念的20衫平台，不只让二手衣物有更加方便、更加环保的处理管道。创业这件事情可以做很长久，但是20衫的话，它应该会是一个算是阶段性目标，就是而且是一个我们4个人都非常希望可以成功的阶段性目标。23甲万秀洗衫店，互大家看到二手衫裤有更较侪可能性，唔免买新衫，买当穿甲啪哩啪哩，循环市场买当真简单。记者吕亚军、黄文良台北台中报道。来关心今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电影得奖的是《游牧人生》。这唔那敢若是电影，是真正存在伫美国的社会现象。生活当中有愈来愈侪人，因的厝就是一台车，因的生活洗衫款，来听因的心声。You are one of those lucky people that can travel anywhere. Yes, ma'am, I know. And they sometimes call you nomads. 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顶3项大奖的《游牧人生》，内面是讲流浪的女人带伫咧露营车四季做南山工，也自游牧生活找到人活着的意义。在咧现实生活中，美国确实有一群人是安尼先过日子，像今年56岁沃戴尔，甲电影内面的女主角分工做有正同。Like my life was just starting to fall apart. My career, marriage, my mom's illness and eventual passing last March. So I was kind of stuck in a situation at work, and things weren't great. And I knew I was trapped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ut there wa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沃戴尔并无孤单，即天伊参加全美国游牧妇女俱乐部的活动，到马里兰州一个营地，甲其他年纪甲伊差不多的女人交流，大家分享彼此的人生经验。因的会员有到2300人。We're more of a family group. We're more of, I mean, when you're a full-timer and, you go to all these different campgrounds, you're going to meet people and you're going to say goodbye.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sorrow, there's going to be happiness, 电影《游牧人生》内面有这个场景。There's no final goodbye. I've met hundreds of people out here, and they don't ever say a final goodbye.
is just say, I'll see you down the road. 这阵用车做厝的人，为是经济上弱势女性，特别是因失去另外一半无头路、无厝时阵，才会选择行游牧人生这条路。严古因讲，因游玩会当活了真快乐、真满足，因为因活了有尊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为着要减少旅客甲机组人员之间的接触，做好社交距离，立足机场即马开始引进零接触的面部辨识系统。美国已经在测试啊，若日本东京的两大机场是打算伫7月底正式启用。旅客要办登机，只要扫描驾照或者是身份证，搁徛伫咧镜头头前翕一张相，放伫咧系统内面，坐落去就当体验零接触的通关甲登机作业。Scan your driver's license, take a photo, and then off you go. And then any other touch point in your journey, we just take a quick photo. It verifies your identity, verifies that you have a boarding pass. 这种面部辨识系统是国际航空电信集团公司研发，目前伫咧雅典、北京甲杜哈机场启用。这回是第一遍伫咧旧金山的机场测试，锁定国内航线的旅客。So right now this is employed at check-in, bag drop, and boarding. We're hoping to be able to add the TSA checkpoint as a demonstration. 若是当普及以后，登机就无过需要提证件甲登机牌，干那靠面部辨识系统就当过闸门，缩短通关的时间，对旅客来讲是加正方便。Less hassles is a better way of living.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n awesome procedure if it goes through and makes life easy for everybody. They don't share the data, so I think there are going to be people just like vaccines that are going to be fearful of it. So I'm not one of those people. 对个人资料隐私的问题，国际航空电信集团公司讲，个人的生物特征识别资料会伫班机起飞了后自动删除，所以袂有个资外漏的问题。另外，伫日本的成田机场已经开始面部辨识系统通关测试，羽田机场也会第一做。按算伫咧7月底，东京两大机场拢会正式启用，规模会自全日空到日航的部分航线，扩大到其他航线。Complicated departure procedures are all replaced with face recognition. 镜头翕你的相片连到系统，只需要10秒钟，就当确定是毋是本人。会减少旅客甲地勤人员之间的接触，确实做好防疫。个人的资料也伫24点钟过来删除。若是民众也阁担心，也当采用传统的登记模式。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下午到明仔锋面通过，加上东北风略略增强，温度会下降，各地落雨机会拢会增加，伫北部雨会较粗。接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请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